自2005年起，澳門歷史城區被列入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名錄。大三巴牌坊、聖未基墳場等古蹟早已係遊客必到嘅地標，連帶位於新口岸水塘旁邊充滿異國色彩、相對封閉嘅伊斯蘭教墳場，亦都逐漸成為大家探訪澳門歷史嘅新一輪熱點。其實澳門仲有一個更加低調、更加神秘嘅墓園，佢源自於一個早已喺澳門沒落甚至消失嘅宗教。直到今日，佢依然默默守喺一間醫院嘅旁邊，長年重鎖，嚴禁內進。關於呢座墓園，坊間一直流傳住呢個係一座一具屍體都冇嘅墳場。最近戰火不斷嘅伊朗，更加同呢座無屍墳場息息相關。你所打嘅電話號碼被遺忘嘅都市傳說、奇聞異事、澳門歷史，都盡在記憶傳說熱線。白頭墳場建於1829年，坐落喺松山山腰山頂醫院旁嘅白頭馬路，係澳門唯一嘅索羅亞斯德教墓園。白頭墳場或者白頭馬路會被俗稱為白頭，係源自於一群原居於古代波斯，後嚟流亡巴基斯坦同印度嘅巴斯人。佢哋喺舉行宗教儀式嘅時候，會以白布為頭，身穿白袍，因而得名。但係呢一群源自於遠古波斯，即係而家戰火不斷嘅伊朗嘅巴斯人，點解要因為一個盛極一時嘅宗教信仰，漂洋過海逃亡到遠東嘅澳門？佢哋到底喺度堅持同守護住緊啲乜嘢呢？索羅亞斯德教創立於公元前6世紀嘅古代波斯，教派名字以創教人嘅名字命名，喺古波斯語解作駕馭駱駝嘅人。喺基督教同天主教誕生同興起之前，係中東地區最具影響力嘅宗教，更曾經2度被定為國教。隨住7世紀阿拉伯人入侵波斯，伊斯蘭教成為全新國教。大批被官方視為異教徒嘅巴斯人，為咗捍衛信仰，免於被迫改信伊斯蘭教，就展開咗橫跨10幾個世紀、避難到亞洲各地嘅流亡之旅。佢哋先抵達當時同波斯交易頻繁、同樣富裕嘅印度孟買，憑藉精明嘅經商頭腦同埋經驗，累積大量嘅財富。呢一班天生具備敏銳生意觸覺嘅巴斯人，睇中咗對東西方宗教開放包容嘅澳門，加上當時清政府規定外國商人喺非貿易季節必須離開廣州嘅政策，當佢哋稍為察覺孟買嘅貿易優勢即將衰落，就喺18世紀70年代，跟隨住印度西海岸經商嘅葡萄牙人落戶鄰近廣州、相對和平嘅澳門。呢啲遠道而嚟嘅巴斯人，唔單止擅長做貿易生意，更加識得睇清局勢，善於同唔同國家同族群嘅人打交道。當時僑居澳門嘅外國人曾經咁樣形容佢哋：喺所有旅居澳門嘅人當中，我最欣賞巴斯人。部分巴斯人極之富有，佢哋衣着奇特，但係不失優雅。當然，巴斯人可以隨時因為貿易局勢移居各地，亦都同索羅亞斯德教嘅教義禁止佢哋將妻子帶離祖國有關。所以佢哋大部分都孤身由波斯同埋孟買遠道而嚟，喺澳門形單隻影。鴉片戰爭之後，隨住20世紀開始，好多巴斯人嘅生意重心都遷往香港，喺澳門嘅行蹤亦都漸漸絕跡。佢哋成為咗香港開埠之後發展一日千里嘅關鍵，包括匯豐銀行、渡海小輪、律敦治醫院同埋香港大學嘅誕生，都同呢啲巴斯商人有關。目前索羅亞斯德教喺澳門已經冇任何活動。唯一留低嘅歷史實證就只有門牌刻住中英文、索羅亞斯德教嘅波斯文同埋印度文嘅白頭墳場。
呢4種語言仿佛記錄咗巴斯人從家鄉波斯一路順住動盪嘅局勢不斷移居，逃離到澳門嘅漫長流亡。喺繁忙馬路旁邊嘅墓園，環境清幽，就好似一片隔世淨土。墓園裏面一共有14座石棺墓冢，為咗體現冇貧富階級之分嘅宗教思想，石棺無論大小同建材用料都係一樣嘅。白頭墳場同一般嘅中西式墓地唔同，並冇安放任何一位先人遺體同埋骨灰，只係刻住紀念用嘅名、死者出生同死亡日期。因為索羅亞斯德教一直沿用同埋信奉天葬，即係將屍體放置喺山上，任由禿鷹之類嘅動物啄食。索羅亞斯德教深信大自然嘅一切水、火、土都係神聖，都係喺人類之上嘅。土葬、火葬或者水葬都只會玷污呢個世界，唯有天葬先可以令人類以平等嘅方式回歸自然。而墓園最特別，同時最可以表現教義嘅特色之一，就係全部棺木面向東方，太陽升起嘅方向。喺佢嘅聖書裏面，善神惡神係一對代表住光明同黑暗嘅孖生兄弟，但係無論點樣鬥爭，最終統一世界嘅一定係善神，一定係光明。索羅亞斯德教相信好似太陽同火焰咁樣嘅光明係善神嘅兒子，亦都係人類心靈嘅最終歸宿，一切善良嘅開端。所以索羅亞斯德教亦都有拜祭火焰嘅宗教儀式。喺唔少嘅文獻裏面，索羅亞斯德教亦都被稱為拜火教。白頭墳場裏面其中一個最古老嘅墓碑，紀念嚟自孟買嘅著名巴斯商人賈些字化林字。喺佢嘅墓碑頂上面刻住一首古詩，正係體現索羅亞斯德教教義嘅最佳例子。光明成甜，倒日生歡。人若唱響天年，請記住黑暗嘅每一天。黑暗常有，來世虛幻。呢啲帶住宗教信仰、無妻子相伴、隻身孤獨嚟到澳門嘅索羅亞斯德教教徒，直到生命結束嘅一刻，仍然對後世示範住對宗教嘅虔誠。如果你哋都有一啲神秘嘅人物故事想聽或者分享，歡迎留言話俾我哋聽。中意呢啲澳門都市傳說故事嘅你，記得分享同埋訂閱我哋。我哋下一集記憶傳說熱線再見。